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平安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约书亚記第10章第29節到43節。約書亞甲以色列眾人對馬基大去攻打林那，上主將這個城甲伊的王交佇以色列人的手。約書亞用刀殺死迄個王甲城內所有的居民，連一個都無留地。伊對待林那的王，親像以前對待耶利哥王同款。約書亞甲以色列眾人對林那去拉結，紮營佇城的對面，要攻打這個城。上主將拉結交佇以色列人的手，隔日因攻取這個城，用刀殺死城內所有的居民，親像因對待林那同款。迄時，基色的王荷蘭來要援助拉結，約書亞就拍死伊甲伊的人民，連一個都無留地。約書亞甲以色列眾人對拉結去伊基倫，佇城的對面紮營，要攻打這個城。同迄日，因攻取這個城，用刀殺死城內所有的人，親像因對待拉結同款。約書亞甲以色列眾人對伊基倫去攻打希伯倫，因攻取這個城，用刀殺死因的王甲城內的人，連一個都無留地。佮攻取附近的城，消滅因所有的居民，親像因對待伊基倫同款。約書亞甲以色列眾人倒來攻打底璧，因攻取這個城，掠因的王，佮攻取附近的城。用刀殺死城內所有的居民，連一個都無留地，親像以前對待希伯倫甲林那同款。安尼，約書亞征服這個地區，山區南邊的地、山坡、山坡地，以及這個地區的諸王，所有會喘氣的，攏消滅，連一個都無留地，攏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命令。對加德斯巴尼亞到加薩戈山地區，以及基遍攏予約書亞征服。迄個王甲因的土地，約書亞佇一邊出征，就攏甲因征服。因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為以色列交戰，約書亞甲以色列眾人就倒來結軋的營地。今天這整章經文講的是約書亞的征戰。約書亞繼任摩西，成為以色列民族的第2代領袖。但是我們不要忘記，什麼事情讓約書亞開始浮上台面？一是與亞瑪力人的征戰，在出埃及記17章的8到15節；另一是作為密探潛入迦南地偵察敵情，在民數記的13章。這兩處記載都與軍事有關。一是直接參與戰爭，另一是對戰爭的預先評估。可以這樣說，讓約書亞嶄露頭角的，首先是他的軍事能力。這在逃難出來的以色列人是難得而且重要的能力，特別是他們要進入迦南地，需要攻城略地之時。今天的經文描寫約書亞雖然已經是年邁，仍可以領兵作戰，而且得勝。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請我們回想一下中年的大衛王在做什麼。讓我們再細細讀一次撒母耳記下18章的故事。大衛在諸王通常用兵的時候，沒有領兵作戰，反而在家裡睡到下午，然後無所事事，在房頂散步。然後看到不該看的女人，犯下男人最不該犯的錯誤，然後寫了不該寫的信，殺了不該殺的人，犯了不該犯的許多罪。從此名譽人生從山頂垂直下降到山谷。約書亞就不是如此，他已經年邁，他已經是以色列人的領袖，他原本可以選擇站在軍隊之後，不要冒險，指揮戰役即可，不是嗎？但是約書亞叫人敬佩的事情是，他願意身先士卒，親自率兵征戰。於是士氣被鼓舞，上帝也同在，以色列人就一戰一戰打下去，一城一城攻下來，
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成为不对称战争的上古典范。这也成为以色列民族面对战争的典型风格。3000年后，6日战争中，以色列军队再次在无人看好的战役中得胜，打下建国后的名声，在中亚站稳脚跟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位愿意为人民征战的领袖，一个团结的军队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一位愿意与人同行、为我们征战的上帝。上帝为我们征战，这是何等大的应许，何等大的保证。所以圣经这样形容上帝为我们征战的场面，必无一人站立得住。